比99，1比99係乜嘢嚟㗎？1比99，即係用1份家用漂白水溝99份清水，已經足夠㗎啦。咁就可以攞嚟抹嘢。係啊，每日用1比99稀釋度嘅家用漂白水嚟清潔屋企，有助預防非典型肺炎。然後用清水抹乾淨。垃圾要包好，棄置喺有蓋嘅垃圾桶裏面。清潔完畢，仲要注意個人衛生，用梘液洗手，換返件乾淨衫添。1比99，清潔好幫手。